下一组选手，骆云宗韩立对古仙门姚峰。炼气对筑基，这差的也太多了。不是吧？炼气期也赶上这个人？对，我都是这派好手，绝对花拳绣腿，绝对。怎么连炼气11层的弟子都通过宗门选拔了？老子，好点认输，当众欺负个炼气期的小辈，我也不光彩。没事，我尽量让子龙才行。什么把戏？这位到底究竟是哪个世家的？为何如此志气炫猛，与我争道？骆云宗韩立胜。过程虽有些取巧，但能同时激发如此多的火弹符，还可精准控制破坏范围，看来手法上还真下了一番苦功啊！